弟兄姊妹，今周咧，我哋繼續進入到咧召會生活之恢復極重要嘅因素嘅第五篇。咁呢個咧亦都係因素第五個吓，就係咧真正嘅同心合意。咁喺呢篇信息咧現場訓練嘅時候咧，弟兄喺開頭咧佢就交通到主嘅僕人美弟兄，喺佢晚年嘅時候咧，佢有兩方面嘅負擔。咁一方面咧就係佢咧釋放咗呢個神聖啟示嘅高峰，盼望咧我哋能夠進入。但係咧唔單止呢一個真理咧係為着咧我哋嘅享受，更係為着咧我哋嘅推廣，唔係僅僅咧停留喺我哋嘅中間，更係為着咧所有神嘅兒女尋求者佢成為咧佢哋嘅供應，成為咧佢哋嘅享受。咁而另一方面咧，主嘅僕人咧亦都有一個負擔，講到咧需要加強眾地方召會啊，加強咧各地方召會嘅生活。佢話主今日咧需要有剛強嘅見證，咁召會生活喺唔同嘅地方整體而言應該係耶穌嘅見證。但係咧我哋冇辦法喺無虧嘅良心裏面講，今日各處嘅召會生活都係健康，都係剛強、豐富得勝，有咧衝擊力。所以喺呢一次嘅訓練裏面咧，弟兄們嘅負擔就係在於我哋咧要睇見呢一個，就係召會生活之恢復極重要嘅因素，好叫我哋嘅召會生活咧能夠有活力，能夠咧有能力，能夠得勝。咁佢話如果我哋留意呢啲嘅因素嘅話咧，事實上我哋若果與主合作實行呢啲嘅事，以活嘅方式嚟到實行，召會生活喺眾召會裏面就會剛強健康，能夠吸引咧好多嘅人嚟到歸向主，亦能夠咧回到主嘅旨意裏面。咁頂講佢呢一個咧，我哋必須咧留意嘅。咁好啦，開始咧，我哋就嚟到今周呢一篇信息，講到咧真正嘅同心合意。好，第一大點，在召會裏面真正嘅同心合意咧，乃係實行基督身體嘅一，就係咧那靈嘅一。咁引用嘅經文咧係喺以弗所書第4章3到6節嗰度咧就講以和平嘅聯索竭力保守那靈嘅一。咁接住咧就講到咧有7個方面，一個身體，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是在一個盼望中蒙召的，一主，一信，一浸，一位眾人嘅神與父，就是那超越眾人，貫徹眾人，也在眾人之內的。咁首先喺呢度咧要俾我哋睇見，我哋所講嗰個一嘅實行係基於咧召會一嘅屬性。咁召會一嘅屬性咧喺呢度就提到啦，有一靈，有一主，有一神，有一個嘅身體，三一神與佢嘅身體相調和，藉住一信一浸同埋咧一個嘅盼望。好，咁弟兄姊妹留意呢一度喺呢個題目裏面咧就講到佢話真正嘅同心合意係實行咧基督身體嘅一。咁喺第3節咧就講佢係要竭力保守那靈嘅一。咁要保守嘅話，即係話咧呢個那靈嘅一咧已經咧俾咗我哋喺我哋嘅中間。咁弟兄姊妹當我哋咧睇翻聖經嘅時候，主耶穌喺佢復活晚上回到咧門徒們嘅中間，然後向佢哋咧吹咗一口氣，叫佢哋咧受聖靈。咁喺呢一個時候咧，門徒們就喺素質上咧已經咧接受咗咧呢個內住嘅聖靈。咁到五旬節嘅時候咧，呢一個那靈咧在經綸嘅一面澆灌落嚟，咁佢哋就穿上呢個從上頭嚟嘅能力。咁無論咧喺素質一面，喺經綸一面，喺內在一面，喺外在一面，佢哋都得着那靈得着呢一個靈，亦都得着咗咧那靈嘅一因為咧那靈只有一個喺呢個那靈嘅裏面咧，我哋咧就得着咧呢一個嘅一。所以喺呢度咧，以弗所書使徒保羅就講，佢話要竭力保守那靈嘅一。咁接住咧，佢就講啦一個嘅身體所以喺呢度咧，佢唔係講佢唔係講一個召會一位靈，而係話咧一個身體一位靈基督只有一位，宇宙裏面咧只有一個宇宙嘅獨一嘅身體。咁所以咧呢個那靈嘅一咧係獨一嘅。所以當我哋講到咧在召會裏真正同心合意嘅時候咧，呢一個同心合意唔係僅僅指喺某一個地方召會少數嘅弟兄姊妹佢哋之間能夠有同心合意而已。呢一度所講真正嘅同心合意咧係聯於那靈嘅一，係聯於咧基督身體嘅一
好，咁然後咧，我哋嚟到睇第二重點啦。第二重點就講佢話，我哋喺召會生活裏面嚇，當我哋實行真正嘅同心合意，就係咧應用呢一個一，就係呢個一嘅應用啊嚇。喺《使徒行傳》一起手第一章講到咧公開升天之後嚇，門徒們同着婦人，還有耶穌嘅母親瑪利亞、耶穌兄弟都同心合意，堅定持續嘅禱告。喺呢度咧係120人啊，整整嘅10天。聖經唔單止咧記載佢哋禱告，特別嘅描繪到佢哋係同心合意嘅禱告。咁然後咧到使徒行傳第2章啊，五旬節來臨啦，聖靈咧澆灌佢哋喺嗰度咧傳福音，人咧喺嗰度咧3000人喺嗰度受浸得救。咁講到教會生活開始使徒行傳2章46節就講，他們天天同心合意。呢個他們咧就指住咧呢個剛剛被產生嘅在耶路撒冷嘅召會呢一班咧剛轉向咧耶穌嘅信徒們，佢哋天天標記係咩咧？同心合，堅定持續在殿裏挨家挨戶嘅擘餅，存着歡躍單純嘅心用飯。所以第三重點一嘅實行就在於咧同心合意。當呢個一得到實行嘅時候咧，呢個一就成為咧同心合意啦。咁喺《使徒行傳》15章佢話，所以我們同心合意認為咧該選幾個人等等好，咁嚟到咧呢度有2個小點嘅。第一個小點咧就俾我哋睇見，佢話喺約翰福音咧，主耶穌咧強調一，但係嚟到《使徒行傳》咧嗰個記載裏面咧就強調到咧同心合意。咁喺嗰個約翰福音主自己講，佢話我與父原是一。咁到約翰福音17章，主耶穌咧快要去釘十字架嘅晚上，咁主咧就為門徒們禱告佢3次嘅都為着門徒們咧禱告，要使他們成為一咁第一次咧就喺11節嗰度佢講，佢話咧我唔再喺世上啦他們咧卻在世上，父求你在你嘅名裏你所賜給我嘅名裏保守他們，使他們成為一。像我們呢個我們咧就指住咧子與父就指住咧三一神是一樣。咁所以第一次主咧就在父嘅名裏藉住咧父永遠嘅生命嚟到禱告，父使他們成為一。好啦，當主再禱告嘅時候咧，主咧就在三一神嘅裏面藉住佢嘅聖言嘅聖別佢使他們咧成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咧指咧在父裏面，使他們也在咧我們裏面，就指住咧在三一神嘅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好，咁接住咧到呢個22節主咧就有第3次嘅禱告，主就話啦，你所賜俾我嘅榮耀，我已經賜給他們，使他們咧成為一，正如我們是一樣。所以喺22節同埋23節，主在禱告到話，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咧被成全，成為一。咁呢一度咧就係講到在神聖嘅榮耀裏面，藉着三一神嘅彰顯，好叫我哋咧嚟到成為一。所以喺約翰福音喺主呢個末了嘅禱告裏面，佢一直咧為門徒們，當然亦都包括之後嘅信徒們咧嚟到禱告，父使他們都成為一。咁嚟到咧使徒行傳咧，你就發覺咧所強調嘅係同心合意。喺使徒行傳裏面咧多次嘅提到咧佢哋嘅同心合意好，咁所以咧福音書同埋使徒行傳有一個分開嘅界石。咁嗰個界石係咩咧？就係咧1章14節講到咧120人響樓房上嗰個咧同心合意嘅禱告首先佢哋已經喺基督嘅身體裏成為一啦。喺一裏面佢哋同心合意，堅定持續嘅禱告。咁呢個咧，正如頭先所講一面佢哋咧接受咗素質嘅靈嗰個嘅內住嗰個嘅充滿，另一面咧佢哋經歷下嗰個咧經綸嘅靈嘅澆灌，結果喺嗰度實行嘅召會生活咧就係充滿咧同心合意。所以喺第2小點講到咧，他們聽見了就同心合意的高聲向神說主宰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咁呢個背景咧就係約翰同埋咧彼得佢哋咧遭受到咧嗰個拘禁，後來被嗰個議會咧釋放出嚟。咁佢哋嚟到咧自己人嘅當中，咁弟兄姊妹咧聽見佢哋所分享之後，佢哋就同心合意嘅高聲向神咧禱告。咁到使徒行傳第5章12節佢話主藉着使徒嘅手，繼續咧喺民間行了好多咧神蹟奇事，他們都同心合意的
咁呢度咧就指住咧使徒們。所以講到咧嗰個早期嘅召會生活嘅時候，講到嗰個實行無論喺使徒們中間，喺信徒們中間，都係咧同心合意。好，嚟到咧第四終點，咁第四終點咧就講到嗰個同心合意咧，乃係呢個一嘅心臟核人同埋咧嗰個嘅核心咁呢一個咧係當李鼎響佢晚年交通到活力牌實行嘅時候咁李鼎話佢睇見佢話我哋所講嘅一呢個身體嘅一那靈嘅一就好似咧我哋呢個人嘅身體，咁而我哋能否有同心合意咧，就好似咧身體裏面嘅心臟。咁弟兄姊妹一個人嗰個健康唔單止咧睇佢身體嘅狀況，更要睇佢咩咧？呢個心臟心臟健康，心臟強，血液循環得好呢個人就健康啦。心臟咧出咗毛病，血液循環咧行得唔好咁呢個人咧就有毛病啦。咁所以佢話一面咧今日喺我哋中間喺教會生活裏面我哋咧喺小牌裏面都有一都有咧那靈嘅一，都有咧身體嘅一。但係今日我哋中間夠唔夠有呢一個同心合意咧？為咗結果子，為咗擴增，我哋需要咧有同心合意。咁佢話今日好可能我哋咧都有嗰個屬靈嘅病咁呢個屬靈嘅病咧就係屬靈嘅心臟病咁屬靈嘅心臟病係咩咧？就係我哋中間唔夠有咧呢個同心合意佢話我哋只係維持住一種咧心裏有病嘅一所以我哋廣東話話有心病有心病咁呢個有心病咧就叫我哋能夠同心合意呢個唔能夠同心合意咧就我哋屬靈嘅心臟咧出咗毛病所以咧呢一個咧就帶到第二大點，到底所講嘅同心合意係咩意思咧？同心合意咧就係指住喺我哋內裏嘅鎖匙，我哋嘅心思同埋意志裏面咧嗰個嘅和諧咁呢度咧有一個字希臘文咧叫做 homogeneity 咁呢一個字咧就響一共出現過11次，響使徒行傳咧出現過10次，響羅馬書咧15章第6節咧就出現過1次，所以總共咧出現過11次。咁響使徒行傳出現嗰10次裏面咧，有6次都係描繪到咧召會生活，描繪到咧嗰120人，描繪到咧門徒們如何嘅同心合意。所以使徒行傳1章14節嗰度講，他們都同心合意，堅定持續嘅禱告。咁喺呢度咧響另外嘅4次咧係消極一面指住咧反對嘅人同心合意嘅嚟咧反對咧使徒們，同心合意嘅咧嚟到咧逼迫教會好，咁講到呢一個字homo through 呢個字咧佢嘅意思係咩？homo咧就係指住相同嘅意思 ，through 咧就係指住咧心思、意志、目的包括我哋嘅魂、我哋嘅心，就係我哋呢一個人內裏感覺上面嗰個嘅和諧所以咧喺中文聖經咧就翻做咧同心合意，喺英文咧我哋就翻做咧 one accord 好啦，咁我哋應當咧有一樣嘅心思，一樣嘅意志喺魂裏、心裏都有一樣嘅目的咁呢一個就係我哋所指嘅同心合意嘅意思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字喺馬太福音18章19節當主咧講到我哋如何嚟到要恢復挽回嗰個咧失落咗嘅弟兄犯罪嘅弟兄嘅時候，佢就講佢話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若有2個人在地上，在他們所求嘅任何事上和諧一致咁呢個和諧一致咧希臘文就係咧嗰個 symphonio。咁呢一個 symphonio咧就係我哋而家英文嘅 symphony 就係嗰個合唱團大家咧一同嚟奏音樂所發出嚟嗰個聲音。咁主就話啦，你哋無論喺任何事上和諧一致，無論你哋求什麼，都從我在諸天之上嘅父得着成全。咁呢一個字其實佢嘅意思和諧一致就係和諧嘅一致嘅，就係指住咧樂器或者咧人發聲所產生咧嗰個和諧嘅聲調。咁弟兄姊妹你留意講到咧嗰個合唱團嘅時候，無論佢哋有唔同嘅樂器噶嘛每一個樂器嗰個聲音咧唔係一樣嘅，但係咧佢哋合起嚟奏出嚟嘅嗰個樂章咧係和諧嘅等於咧嗰個合唱團唱歌有高音有低音有啲和音咁樣，人嘅聲音都唔同，係咪？嗰個調唔同，但聲調咧唔一樣，但係佢哋合起嚟嘅時候咧係和諧嘅。
咁所以咧，主用到呢個和諧一致呢個字嚟到咧講我哋咧禱告嘅時候，就係講咧喺信徒中間嗰個同心合意或者話我哋裏面嗰個感覺上嘅和諧咧，就好似一首和諧嘅樂曲一樣。當我哋同心合意嘅時候咧，我哋對神就成為咗咧一首嘅樂曲，我哋就成為咗咧一篇嘅詩章唔僅僅係文字嘅，更係有聲音、有音調、有咧曲調嘅。感謝主。好，嚟到第三大點我哋要維持嗰個同心合意，因素在於邊度咧？在於咧使徒嘅教訓。使徒行傳咧2章46節講到咧早期嘅召會生活一開始有喺耶路撒冷召會咧產生啦，他們天天同心合意，堅定持續，係咪？好，但係你留意響42節，首先佢講他們都堅定持續在使徒嘅教訓和交通裏，持續嘅擘餅和咧禱告。咁首要嘅第一件事就係咧佢哋在使徒嘅教訓，因着都在呢個使徒嘅教訓裏面，所以帶嚟嘅就係咧同心合意嘅過召會生活所以第一重點就講佢一嘅實行同心合意係照住咧使徒嘅教訓。咁弟兄姊妹留意，使徒係眾數嘅，但係教訓咧係單數嘅。我哋有眾使徒們，但係咧眾人只有咧一個嘅教訓，就係神新約經綸嘅教訓。咁樣使徒行傳話俾我哋聽，信徒中間有同心合意，而所有嘅同心合意嘅人咧，都係堅定持續喺邊咧？使徒嘅教訓裏面咁然後咧，從嗰個哥林多前書亦都俾我哋睇見使徒們喺各處喺各召會中教導眾聖徒咧，同樣嘅事意思即係話咧，使徒們譬如保羅咁，佢唔會喺不同嘅教會有咧不同嘅教訓、不同嘅教導睇睇林前4章17節保羅就講，佢話我在咧基督耶穌裏怎樣行事，正如我在各處各召會中所教導的。咁喺呢度咧，保羅唔單止哥林多咁樣嚟教導咧當地嘅聖徒，保羅自己就講啦，我在各召會當中，我一樣係咁樣嚟到教導。咁去到第7章咧，佢話只要照主所吩咐各人的和神所召各人的而行，我在眾召會中都是這樣嘅吩咐。無論喺邊一度在各地、在各處、在各召會，保羅都係有同樣嘅吩咐同樣嘅教導。咁然後咧，林前11章16節，佢話若有人強辯，我們卻沒有這樣的規矩，神的眾召會也沒有。好，14章34節，婦女在召會中要靜默，像在眾聖徒的眾召會中一樣。咁所以咧，頂尖我哋需要有一個認識，唔會因地而異。好多時候我哋話，我哋所在嘅召會咧係唔一樣，我哋所喺呢個區咧同其他嘅區唔一樣，所以我哋唔一定咧能夠接受同樣嘅教導。聖經俾我哋睇見，在各處在各召會中使徒們教導嘅都係咧同樣嘅，所以我哋必須在全地各國嘅各召會中教導同樣嘅事。咁喺呢度馬太福音28章主耶穌咧死而復活領受咗咧嗰個天上地上嘅權柄之後，佢就同門徒們講你哋要去使萬民浸入我嘅名裏面，係咪？然後主就講啦，凡我所吩咐你們的無論是什麼，都教訓他們遵守凡我所吩咐你們的。咁呢個咧其實就係主嘅教訓，主嘅教訓就成為咗咧使徒們嘅教訓。但係請留意主講無論是什麼，都教訓他們遵守，意思就話咧無論到各地到咩種族，到咩嘅6大洲任何不同嘅文化，但係主嘅教訓都只有一個，使徒們嘅教訓只有一個，都教訓他們遵守。新約中沒有一個意思就係話咧一個教訓只適合於某一處嘅召會，唔適合於咧其他嘅召會嘅。反而咧新約啟示俾我哋睇見，所有嘅召會喺領受教訓嘅事上都係一樣，因着我哋都有咧同一個使徒嘅教訓，結果就能夠咧帶進同心合意。好啦，咁然後嚟到第4大點咁咧就從嗰個腓立比書俾我哋睇見，當我哋要實行同心合意嘅時候，首先我哋需要咧在一個嘅靈裏，接住咧我哋還要咧同有一個嘅魂腓立比書1章27節嗰度講佢話咧就是你們在一個靈裏站立得住，然後咧同魂與福音嘅信仰
一齊嘅努力。咁喺呢度咧，使徒保羅就提啦，首先在一個靈裏然後咧要同魂，所以我們需要轉向我哋嘅靈，然後我哋能夠在同一個嘅靈裏，還要咧進到我哋嘅魂裏，使我哋能夠咧同心合意。所以喺腓立比書咧，同樣又講到同心合意呢件事。雖然冇用同心合意呢個法表，咁喺腓立比書2章第2節，當保羅咧佢就講啦，佢話你哋要思念相同嘅事，相同嘅愛，魂裏聯結，思念同一件事。咁其實嗰個結果就係同心合意。到第5節佢就講，佢話你們裏面咧要思念基督耶穌裏面所思念的。咁呢一個咧，其實就指住咧要同心合意，但係要同心合意咧，就需要咧我哋能夠同魂，同魂就需要咧我哋有同一個嘅心思，思念咧同一件事。所以到第4章第2節嗰度，保羅就講過，我勸有歐底亞，亦都勸咧循都基。呢兩位姊妹咧，佢哋都愛主，為主咧擺上，為主拼命，但係佢哋咧冇辦法咧同心合意嘅配搭，所以保羅寫到腓立比書就勸佢哋，佢話要在主裏思念相同嘅事，唯有思念相同嘅事，我哋先有辦法同心合意。所以喺腓立比書講到思念同一件事，思念咧相同嘅事，嗰件事係咩咧？就係思念基督耶穌裏面所思念的。好，然後咧嚟到第2終點，我哋若要真正嘅同心合意嗰個因素咧，喺臨前就俾我哋睇見，我哋需要咧有一樣嘅心思，有一樣嘅意見，彼此咧能夠和諧。咁臨前到第7章咧，當使徒保羅講到關於咧守同心嘅事嘅時候，佢就話我沒有咧主嘅命令，但我蒙咗主憐憫，成為忠信，我就提出我嘅意見。咁由佢話咧，按我嘅意見但我想我也有神的靈了。好，所以喺呢度俾我哋睇見弟兄姊妹要喺呢地方召會生活中能夠咧有同心合意，就需要咩咧？需要有一樣嘅心思，一樣嘅意見。甚至當保羅佢話佢發表佢意見嘅時候，其實呢個唔係僅保羅自己嘅意見，因為佢話我想我也有神的靈了。咁呢度咧有4個小點就講，佢話喺我哋喺召會生活當中嗰個冇辦法有同心合意嘅難處係咩咧？就係我哋人自己嘅意見。佢話無論喺主嘅工作上裏面，喺召會生活中，喺咧屬靈生命上面，最大破壞我哋嗰個因素就係我哋自己嘅意見，意見帶嚟黑暗，所以意見咧係一個黑暗嘅表記。所以我哋越講裏面咧越失去光，裏面咧越覺得黑暗。咁你就喺呢度就表明咧呢個只係出於我哋自己嘅意見。咁而主耶穌咧嘅行事佢唔係根據任何人嘅意見，主嘅行事咧係照住佢自己嘅旨意。好，咁到第3終點咧就係去到羅馬書啦。咁喺羅馬書咧，同樣俾我哋睇見同心合意呢件事喎。喺羅馬書尾二嗰章15章嗰度就講過，但願那賜忍耐和鼓勵嘅神，叫你們照着耶穌基督彼此咧思念相同嘅事。咁思念相同嘅事咧，就使你們同心合意。因着相同嘅思念，就帶嚟同心合意。咁同心合意係喺裏面，但係顯響外面嘅係咩咧？用同一嘅口榮耀我們主耶穌基督嘅神與父。所以咧嚟到羅馬書末了嘅時候，保羅咧就要我哋睇見，佢話咧我哋要有同一個心思，亦都要有咧同一個口。咁要有同一個心思，同一個口咧，意思就係我哋要有同一個頭，就係基督。我哋以佢嘅心思為心思，以佢嘅口咧嚟到說話，以基督嘅心思嚟思想，以基督嘅口咧嚟到咧說話。結果咧思念相同，能夠咧同心合意，能夠咧說一樣嘅話。咁呢一個咧就需要我哋讓基督喺我哋咧口裏、心裏有地位嚟到作一切。結果榮耀我們主耶穌基督嘅神與父，神就能夠喺呢度咧得着榮耀。嚟到咧最後一個大點就講到咧同心合意係開啟咧新約中一切福分嘅萬能鑰匙，英文係 master key。我哋有嗰個鎖匙咧，要開門可以開門，要開車可以開車，要開夾萬可以開夾萬。呢個萬能鑰匙咧，同心合意就開啟新約中一切福分。好，首先我哋要寶貝
喺召會生活中最重要嘅係咩咧？弟兄姊妹，有神嘅祝福啊！我哋需要勞苦，但係更重要嘅咧，在於咧主祝福啊！啊，我哋要領悟今日喺召會生活中唔係咧對錯嘅問題啊，係咧有冇祝福嘅問題。好啦，咁喺舊約詩篇133篇咁咧嗰度咧就講佢話弟兄們看啊，弟兄咧和睦同居，何等嘅美何等嘅善啊！咁然後咧就講到嗰度咧有嗰個膏油，從咧亞倫嘅頭一路流到咧鬍鬚，流到咧衣襟好啦，然後咧到第3節就講佢話呢個咧好比黑門嘅甘露降在咧錫安山，因為喺嗰度咧有耶和華所命定嘅福，就係咧永遠嘅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盼望喺眾召會中，喺我哋咧所在嘅召會生活嘅裏面，真係有耶和華所命定嘅福，有永遠嘅生命。但係咧嗰個關鍵或者話嗰個條件係咩咧？看啊，弟兄們和睦同居，何等嘅美，何等嘅善。好啦，同樣嘅翻去呢個羅馬書15章。咁頭先咧羅馬書15章咧第5、6節俾我哋睇見思念相同嘅事，結果就同心合意啦用同一個口榮耀咧我哋嘅神。咁去到咧29節使徒保羅就講，佢話我也曉得。我再嚟到你哋當中嘅時候，我必帶着咧基督之福嘅豐滿而去啊！喺呢度咧唔單止講到咧基督嘅福，更係講到咧一個豐滿，一個 fullness 咁咧就俾我哋睇見我哋要領悟神嘅福，只能夠臨到咩咧？同心合意嘅光景上，這是很重要的，因為神咧只祝福同心合意邊一處召會有同心合意。喺嗰度神咧就傾到祝福，甚至我哋喺一個小牌嘅裏面，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嘅，喺嗰個小牌裏面都能夠咧帶進祝福。我們要領受神嘅祝福，就必須咧實行呢個一，而實行呢個一嘅路咧，乃係咧憑住咧同心合意。感謝主。好，弟兄姊妹我哋簡單嘅再嚟睇睇咧呢5個大點，好嘛？第一個大點要叫我哋睇見。今日我哋所講在召會裏面嗰個真正嘅同心合意唔係只係地方上，唔係只係咧少數人，唔係只係咧一個區域，而係咧連於基督宇宙獨一嘅身體嗰個咧那靈嘅一所以咧我哋所講呢個真正嘅同心合意，乃係咧同基督整個身體是一能夠咧同全球嘅眾召會神嘅兒女是一。嗰一個就係咧呢度所講召會真正嘅同心合意。第二同心合意嗰個意思咧就係指住喺我哋內裏嘅鎖匙。所以個同心合意咧，佢嗰個唔係只係重在外面外面行為上一致安排上一致聚會嘅模式都一樣佢更係指住我哋裏面嗰個鎖匙，特別係我哋嘅心思、我哋意志裏面嘅一個和諧，而帶出嚟嘅彰顯上嘅一。好啦，到第3個大點咧，我哋就要知道，叫我哋同心合意嗰個嘅因素就係咧使徒嘅教訓使徒嗰個獨一嘅教訓。好啦，到第4個終點我哋要同心合意。首先我哋要學習咧回到靈裏，在一個靈裏站立得住還有咧我哋要學習咧同魂而同魂咧就在於我哋咧要思念同一件事，相同嘅事。思念咧基督耶穌所思念的。到最後一個大點有咗同心合意，弟兄姊妹感謝主新約中一切嘅福分都能夠咧傾倒下來，都能夠咧向我哋開啟。Amen。